有啊金龟，金龟金拍只，有啊三只，三只金拍青，有啊大林，大林老公吹，有啊地龟，这是吧？来了龟，有啊金龟，金龟金拍只，有啊三只，三只金拍青，有啊大林，大林老公吹，有啊地龟，这是吧？来了龟，有啊金龟，金龟金拍只，有啊三只，三只金拍青，有啊大林，大林老公吹，有啊地龟啊地龟。A 念作I 念作U 念作U， E 念作O 念作念作阿弥来对了，预备开始。第二个字第三个字不是无哦，不是无哦，是无。国语的二声是无往上哦，还有是平的啊，那 A 呢？跟我念 O 呢 O 都有五声哦。好，那我把这个 I、U、O、A 我把它变成五声，有的一声，有的二声，有的三声，有的四声，有的十声。来看，注意看哦。I、U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看到这个字要怎么念 ？B 怎么念？P 呢？M 呢？知道吗？所以不要再念 B P 吗 ？B P M 就念成什么？知道吗？好，第四个字这个没有，因为我们的台语没有 f 的音，没有 f， 所以你回家跟阿妈音呢？no L。好，简单。那 G 要怎么念？G
G 要念作个 ，K 要念作可 ，H 念作可。所以刚刚台风跟什么？台风，风台，风。阿嬷今天在那个学校门口发生车祸呢，发生阿嬷跟我讲哦，发生，对吧？发生就是这个发生。好，这个是知。这个那个知为什么要这个字哦？满知打的知在念，知，满知打的知。那但是我们不是只有知，我们还有机嘛？原来机跟知有关系啦。原来机就是知加一就等于机哦，来，知一，机，知一，机，所以知一，机，就把这两个字合起来就对了，这样懂吗？这个吃嘛，吃用西耶，来，4年级、3年级，请问西你们英文念什么？是。课，对不对？是念课啊，课啊，蛋糕怎么念 ？cake，这是什么？来，请问这像不像一个大嘴巴？啊，怎么讲？嘴巴在吃东西怎么讲？我吃，还有卷舌哎。好，原来这是大嘴巴。到台语来的时候，把它不要念卷舌，来，我吃，吃。好，有吃有七，那吃加一个一就变成七，来，吃一，七，来，吃一，七，就这两个比较难哈。S 思，C，好，这样完了。国语的，这个有国语版哦。好，稍微大声一点。来，可以，你看啊，会唱就跟着唱啊。
花开在山庄里，如雨如下着迷蒙，风起花落片片飘，樱花开，樱花开，樱花朵朵开。好，开始来了，慢。樱花开，樱花开在山谷中，樱花开在山庄里，如雨如下着迷蒙，风起花落片片飘。早一点啊！樱花开，樱花开，樱花朵朵开。所以这首歌我们可以教3个版本，一个。古筝出来唱。张云辉，张云辉，云辉为你耍点烛，西边一岸岸岸岸，云辉为你山中来，风来花落随风。樱花，樱花，飘落水老堤。为什么这个？就是全世界有一个版本，刚才我们在一块。樱花，樱花。因为为你插点烛，西北的岸岸，因为为